啊！哇，嗱呢個咧就係我哋嘅湖景啦。呢個湖景咧非常舒服嘅，以前咧係冇咁闊嘅，然之後咧經過我哋墨葉呢度嘅一個加工之外咧，佢整嘅湖景咧就比較靚，環境啊整得比較好嚇，係啦，大家可以感受下嘅嚇。Hello， 大家好，又係我權仔啊！今日咧就嚟到觀山水啦，咁啊攞啲嘢俾個客人啊，咁啊呢啲嘢咧係之前個業主咧放喺權仔嗰邊嘅，咁啊個業主咧而家就裝修好啦嚇，咁啊買喺我哋觀山水21座嘅，咁啊今日咧就幫佢攞翻過嚟啦嚇，咁啊權仔咧都準備翻去鄉下過年噶啦啊，咁啊而家咧就今日係31號啦嚇，咁啊1月份最後一日啦嚇，咁啊下個月咧16號就過年噶啦嚇，咁啊我哋幾乎咧都準備要放假噶啦，係啦，咁啊如果近排有香港嘅朋友仔，你哋想過嚟即係觀山水又好啦，過嚟中山睇樓啦，就要盡快啦嚇，因為權仔咧可能喺8號咧就放假噶啦嚇，咁啊放完假咧我哋就即刻翻鄉下噶啦。OK， 咁啊，今日咧就抽個時間啦，都過嚟觀山水，重新嘅更新下我哋觀山水現在嘅一個流動單位嚇，同埋價錢啦，同埋咩優惠啦，重新同大家介紹一遍，俾翻大家去知道嘅。咁啊，觀山水而家咧我哋第7座都有貨，9座都有貨，然之後咧就係14座、15座。再到我哋21座嘅貨量咧並唔多噶啦嚇，咁啊06同埋02、03有少少貨量，然之後咧就係22、23剩低幾套單位嚇。OK， 咁啊過幾日可能就下個月啦，就要加推我哋13座啊，13座咧之前權仔都有拍過片嘅嚇，咁啊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嘅話咧，可以翻權仔以前嘅一個視頻嚇，咁啊都有拍13座嘅一個樓層單位景觀視野俾翻大家去了解嘅嚇，咁啊都係精裝修交樓嘅嚇，13座精裝修交樓係啦，即買咧就今年嘅6月份就可以收樓噶啦，係啦，咁啊如果大家想要呢啲大裝修嘅，就可以睇翻我哋13座啦，同埋15座啦嚇，咁啊呢兩棟咧就係帶埋精裝修嘅。今年嘅6月份就去收樓，咁啊現時嘅一個優惠活動咧，就係送埋車位嘅嚇，送埋呢啲車位嘅，咁啊呢個咧就係我哋觀山水一個產權車位嚇，咁啊通過權仔買樓嘅朋友仔咧，大家就唔使加錢嘅嚇，直情咧就係送翻你一個產權車位，然之後咧再贈送你全屋嘅家私俾翻你嘅嚇，價值係38,000蚊嘅芝華士家私俾翻你哋，好，咁啊現在咧我哋就將呢個家電咧送翻俾我哋客人，一陣咧拍翻幾個片啦，俾翻大家去了解下我哋觀山水呢個花園嘅小區究竟現時一個狀態係點樣嘅。咁啊依家咧我哋就將小家電送俾客人，一陣咧我哋喺園林見啦。好啦，咁啊，現在權仔咧就嚟到我哋觀山水嘅花園啦，嚟到我哋22座啦。OK， 咁啊22座嚟講嘅話咧，而家其實剩低嘅單位並唔多嚇，即係06嘅話咧有2套單位啦，就係低樓層嘅4樓同埋5樓嚇。咁啊總價嚟講嘅話咧，大致上咧55萬左右有交易啦。然之後咧，我哋22座比較多貨量嘅咧，就係我哋嘅03、04咧，佢係85平方嘅嚇，咁啊總價嚟講嘅話咧就係40萬嚇，大致咧上咧就係45、6萬左右嘅價錢有交易噶啦嚇，咁啊就係3房嘅。好啦，咁啊啱先咧我哋就從21座過嚟啊嘛，21座喺呢邊嘅嚇，係啦，
咁啊廿二座喺呢邊，23座咧就喺後邊嘅嚇，23座咧就剩得一套單位嚇，最後一套單位，咁啊貨量都並唔多噶啦嚇，幾乎都賣晒噶啦。咁啊呢3棟咧21、22、23咧就係2梯6伙嘅嚇，其他咧就係2梯4伙嘅，係啦。咁啊大家可以感受下我哋成個觀山水啦，而家都係建好晒噶啦嚇，即係啲花園仔咧全部都整好晒噶啦嚇。嗱行翻過嚟，包括我哋即係觀山水咧，佢係垃圾桶嗱，樓下都有啲位生桶喺度嘅嚇，即係你抌垃圾咧就係抌喺1樓啊，或者咧抌喺負1樓、負2樓、負3樓嘅嚇，係啦。OK， 咁啊而家咧我哋就過去另外幾棟嘅花園再了解翻啦嚇。OK， 咁而家過去。好啦，咁啊現在鯨仔咧就嚟到我哋13座同埋14座嘅現場啦。咁啊我生前咧就係1至6座嘅嚇，1至6座咧而家就仲未開賣。咁啊而家咧我哋睇下我哋13座、14座，其實呢2座咧佢係黐埋一齊嘅，大家有冇發現咧？嗱，呢2個單位咧係黐埋一齊嘅嚇。咁啊我哋14座咧就係即買即收樓嘅嚇，無批嘅啊，2梯4伙啦。有85平方同埋108平方，然之後行翻過嚟13座，嗱13座嚟講嘅話咧，佢就係95平方嘅，同埋108平方嘅。13座咧就準備要加推，下個月2月份咧要加推噶啦啊！咁啊呢一座咧就係2梯4伙嘅，樓下嘅配套設施咧全部搞好晒嚇，包括呢啲花園都整好晒噶啦。嗱，大家都睇到啦嚇，其實喺13座望落去嘅景觀花園咧，係非常之開揚嘅，非常之闊嘅嚇。可以見到咧，我哋成個小區嘅中軸線咧，全部都非常靚嘅嚇。咁啊，前邊咧就係山啦，同埋湖景啦啊。咁啊喺呢度咧都可以睇到我哋7座、8座、9座啊，望過去咧就係湖景嗰個方向嘅，係啦。咁啊後邊咧就係我哋嘅五桂山啊山脈。然之後咧呢邊就係1座1到6座嚇，呢一排過去啊1到6座，1到6座咧而家仲未開賣，咁啊開賣咧，我覺得呢幾座咧都唔係幾好賣，除非咧就係睇住花園嘅，如果睇住山嘅話咧，山後邊咧係好多啲高壓線嘅嚇，所以咧比較難出售啲啊。咁啊如果大家要等嘅話咧啊，即係有排等噶啦嚇，因為佢。聽講係抵押出去啦嚇，咁啊啲銀行咧而家吸咗啲單位嘅嚇，所以咧網簽唔到啊，所以暫時咧就仲未開賣。咁啊下個月咧就開賣我哋13座嚇，13座呢一座13座帶埋精裝修嘅嚇，今年嘅6月份都去收樓噶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嚇，就關注翻鯨仔呢個頻道，然之後咧可以 WhatsApp 翻鯨仔嚇，咁啊鯨仔嘅微信同 WhatsApp 咧都喺左手邊嘅。咁而家有嘅優惠嚇，送埋一個產權車位，然之後咧再贈送，通過鯨仔買先有嘅嚇，再贈送你全屋嘅16件套芝華士品牌嘅家私俾翻你嚇。你裝修好咧，鯨仔咧就叫師傅上門安裝噶啦，係啦。咁啊啲款式咧、顏色款式咧都可以揀嘅啊。我鯨仔咧都會帶大家去揀啊！通過鯨仔買樓嘅朋友仔，後期嘅所有手續嚇，包括你網簽啦、交契稅啦、辦理房產證啦、辦理歸絕證啦啊！呢啲鯨仔一幫你哋搞掂啊，唔使你去操心。好，咁啊，今日咧就分享我哋觀山水嘅小區花園啊，然之後咧大家有興趣嘅嚇。一定要 WhatsApp 翻鯨仔。好，咁啊，我哋13座同14座嘅花園咧，就係咁樣嘅一個情況。而家咧，我哋行過去9座、8座、7座的湖景單位睇下係點樣嘅出發。咁啊，現在鯨仔咧嚟到我哋第3期紅參園嘅一個大門口呢度啦嚇。咁啊，平時大家如果行路翻去嘅話咧，就行到呢個大門口啦，然之後入翻我哋嘅小區啦。咁啊，呢個大門口咧，亦都係我哋第3期紅參園嘅一個中間線嚟嘅嚇。咁啊，呢邊咧有單位啦，咁啊呢邊咧都有單位啦。咁啊正對住我哋嘅咧就係1至6座，
咁啊，大家如果唔明白嘅話咧，咁啊，如果嚟探親嘅朋友仔唔識到點樣行入去單位嘅話咧，唔緊要，呢度咧有一個規模圖。嗱，呢邊咧就係我哋華發觀山水第3期嘅一個規模圖啦嚇。咁啊，大家可以睇到啦，每一座啊都清晰明白嘅標喺呢邊噶啦嚇。大家可以睇到啦，第7座咧係最靠近山噶啦嚇。7、6、5、4、3、2、1，係啦。咁啊，我哋而家買緊嘅咧，嗱，健仔而家就重新同大家講清，第7座而家買緊嘅嚇，最平嘅總價40萬啊，有交易，我唔止。大概咧就50萬出頭左右嚇，50萬出頭係啦。然之後9座係湖景房，而家都有單位啊。然之後再過嚟嘅話咧，就係我哋嘅13座準備加推，14座賣緊啊。然之後15座大裝修嘅，而家都有貨量啊。然之後21座03、04比較多選擇啲啊。06剩低2套單位，一套咧係4樓，一套咧係5樓。然之後22座都有03、04可以選擇啊。然之後再落嚟咧就係我哋23座，剩低一套單位啊。咁啊呢一座咧幾乎係清盤噶啦，係啦。咁啊我哋成個小區咧啊，總共咧就係23座啊。咁啊我哋比較靚嘅就係湖景啦啊。湖景嘅話咧就係我哋嘅第8座、第9座、第10座、第11座啊，呢啲咧直情嘅都可以望到湖景嘅。咁啊望到湖景嘅單位咧有一個缺點就係佢西斜啊，西斜咧就係夏天嘅時候咧可能比較熱啦，係啦。好，咁啊而家我哋行翻過去睇一睇我哋嘅湖景係點樣嘅嚇。咁啊呢個係小區嘅一個大門口啦，今天大家都睇到噶啦嚇。我哋觀山水咧，佢係依山而建嘅。行翻過嚟，咁啊，而家睇到湖景嘅咧有7座、8座、9座、10座、11座。然之後咧，除咗9座咧，其他樓棟咧全部都係賣晒噶啦。啊，9座而家咧就有2個單位可以選擇嘅，一個咧就係95平方嘅，一個咧就係119平方嘅，啊，剩低呢2個單位可以選擇啦，3房4房嚇，無批嘅。咁啊最平嘅95平方嘅話咧，佢需要70零萬，大概咧就係75萬左右嘅價錢嚇。咁啊如果去到119平方嘅話咧，咁啊價錢咧又比較高啦嚇，要去到89萬起啊，大致咧就係90零萬有交易啦，因為面積大啊嘛啊，哇嗱呢個咧就係我哋嘅湖景啦，啊呢個湖景咧非常舒服嘅，以前咧係冇咁闊嘅，然之後咧經過我哋物業呢度嘅一個加工之外咧，佢整嘅湖景咧就比較靚，環境啊整得比較好嚇，係啦。嗱，大家可以感受下嘅嚇，即係如果未嚟到觀山水嘅朋友仔咧，可以感受下，通過鉗仔呢個視頻咧，感受下我哋觀山水的環境係點樣嘅。其實空氣質量咧，肯定係相當高噶啦，因為點解咧？佢後邊有座山啊嘛，啲富人離子咧就比較高嚇。然之後嗰邊咧有一個釣魚台嘅，大家可以睇到未？有個釣魚台。嗱，啱先我哋睇到嘅咧，嗱嗰邊咧就係第8座啊嘛，嗱第9座。第11座、第10座嚇、第11座，係啦，都係望湖景嘅。OK，咁啊，如果大家要睇湖景嘅，又要平嘅話咧，就要揀翻我哋第7座啦。第7座咧就係我哋8座後邊嘅嚇，嗰邊嘅話咧就有個大湖景嘅天然湖啊，嗰個湖咧就非常之闊、非常之大，但係咧第7座咧係靠山嘅嚇，靠山會睇到高壓線。同埋嗰個帆啊，呢樣嘢咧，大家就要了解清楚啦嚇。如果大家即係接受唔到呢啲缺點嘅朋友仔咧，就唔好揀第7座啦嚇。好，咁啊，如果大家近排想過嚟觀山水睇樓嘅，或者睇其他樓盤嘅嚇，一定要提前要翻鉗仔啦，因為我哋近排咧準備要
過年噶啦，準備要翻去噶啦，準備要放假噶啦，所以大家如果呢排有時間嘅盡快約翻權仔嘅微信同 WhatsApp 咧都喺左手邊權仔嘅手機 number 咧係69349694，歡迎大家諮詢翻權仔。然之後咧，大家睇樓，權仔呢邊咧都會安排部7人車座過去香港柯影樓下咧接送你哋過嚟觀山水睇樓嘅。OK， 咁今期咧我哋就分享喺呢度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嘅我哋就觀山水見，中山見。OK， 咁今期嘅節目咧，我哋就影喺呢度啦。關注我哋，令你多一個大灣區朋友。我係權仔，持續為你帶嚟大灣區嘅最新資訊。我哋下期再見，拜拜。